港聯呢就攞翻賀歲杯喎，咁佢哋贏克羅地亞嘅夏德2-1。自02年之後再次打入決賽，紅衫嘅港聯爭取捧杯嘅機會先打個折扣。查納特嘅罰球咁靚，有咩好講啊？下半場就係另一個古仔嚟，踢到61分鐘，後備上陣嘅哥倫接應傳中頂入攀平。史高斯踢得真係好好，初賽入一球，兼間接造就第二球，連決賽呢一球佢亦都有功勞，傳得幾準。翻香港之後冇耐就入選港聯，而家知點解啦？真係好搶鏡啊嘛！呢一球咁乖巧啊，差啲難到守門員。換入哥倫可以話係港聯最緊要、最正確嘅選擇嚟。喺最後5分鐘，佢又以頭槌入多球，差唔多嘅入波方法，入波就得啦。港聯初賽反勝彭拿路喺決賽，同樣喺先失一球底下以同樣比數反勝。港聯自93年之後再次捧賀歲杯。或者今屆嘅對手同以往有啲距離，但係能夠贏波都係值得高興，係咪？恭喜晒你啊，隊長啊！謝隊長又係強哥啊，李海強啦，咁啊，今日好多人都嗌緊你個名啦。咁啊，頭先咧喺落後嘅環境咧，我哋就曾經有啲擔心啊。不過見到現場球迷咧，似乎好有信心，下半場一路打氣喎。咁啊，今日能夠反勝，你覺得主要原因喺邊度啊？主要就球員都決心咯，同埋好多球迷嘅支持咯，同埋我哋真係諗住係可以反超。係，我諗我哋喺場邊睇到都見到啦，一球迷就真係對你哋好有信心啊。不過第二咧就係見到咧，其實港聯嘅球員咧落場啦，無論係華人球員定係外國球員咧，其實都好一條心嘅。呢個係咪平時喺呢近期咧港聯建立出嚟嘅信心嚟嘅咧？係啊，因為我哋自從省港杯之後啦，咁大家都喺一個球隊入邊都好夾啦，同埋有好嘅領隊啦。班主啦，所以我哋都即係好開心。咁賽後咧就立即頒獎啦，咁李海強作為隊長咧就代表接個獎杯，咁兼且咧仲得到係美金6萬蚊啊嘅獎金㗎。咁啊呢班球員咧肯定可以過一個肥年啦。咁啊同時咧睇到今日港聯嘅表現咧，佢由後邊咧中場咧帶動啦，開始係表現好出色。咁啊恭喜晒港聯咧係攞翻呢個賀歲杯嘅冠軍。咁我哋節目咧亦都到此為止，拜拜。